那边那两个肥头大耳的，别看了，危险啊！头别动，用眼睛看。你这么一说，他只能相信了。肥头大耳也招你了？过去聊聊嘛。回头再说说。进货出炕。二位大爷在哪发财呀？这位爷是，哦，这家是镖局，扬威镖局，有没有听过？没听过。啊，对了，请问二位是哪家商号的？九江福通商号。听说过，听说过没？听说过。对啊，可是二位有没有听说最近道上很不平静啊？真的不知道？那么二位这次走了什么货？做点茶叶。毕号已经雇了镖局，就不麻烦了。对。哎呀，二位别以为我是出来拉买卖的，其实呢，想请我们护镖的都已经排到明年了。那您这是？二位没听说过，最近有股海匪在海上作案吗？就停在30里外的海面上，雇的都是些大帆船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我们正在追拿，可是，二位有没见过？没有啊。没见过？没。你也没见过？没有。我也没见过。大白菜，青菜啊！九江会馆，走，看看去。这么大的事，海关道人没告诉你们吗？哎呀，所以说啊，这么大的海关道干什么吃的？哎，对了，跟海关道的人你们熟吗？啊，还行。哎，一般。一般。没事吧？又有人来雇镖啊！哎呀，真是忙啊，告辞了。但是我还可能会来找你们的啊。告辞了。哎呀，他们说的很有用啊，这回他们跑不了了。来，我们赶紧回去。来呀，好好安排一下。喂，好好安排一下。走。送两位爷。你说什么呀？送两位爷。走，回去报告。我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吓唬他们一下。确实听清楚了，听清楚了，说这回谁都跑不了了。还说什么回去要好好安排一下。出什么事了？李卫到了九江会馆，盯上谁了？九江福通商号啊！糟糕啊！这次他们手上有50件和田玉啊！哎呀！哎，看来这微服私访还真有点意思。哎，你说那2个盯梢的听了你的胡说八道会怎么样？哎呀，管他们呢，就让他们呢瞎猜去吧。看他们慌张的样子啊，一定是去通报了。好，搅和的越乱越好。哎，那你说接下来他们会怎么样？回去看看。是事出偶然，还是真的发现了什么？哎，甭管是什么，这盯上了就是麻烦。和田玉是朝廷严令禁采的，就算查不到海上的转手，那只要看见了，那就是大案呐。让他们离开。哎，不能让他们离开。知道了名姓，也知道了字号。对呀，他想查还能查不出来吗？2个细皮嫩肉的商人能顶得住李卫？
一巴掌下去，不招啊才怪呢。老三，这么大的商埠码头，鱼龙混杂，这出点什么事儿，谁会知道？前面走走吧，张嫂。知道吗？你们俩看着点。是。你跟我走。哎，走。走。是。你看，有人堵门了。看来今天还真有热闹了。过来。干嘛呀？这边。您那几十件东西交呢，我们老爷说了，要装的仔细些。我们多带了几口箱子，要分着装，要包裹仔细了。那就请吧。我们换身衣服，来。关门。收拾干净了，干净了，把账结了。不管谁来问，都说他们已经走了，是知道吗？好，走，快走，就。怎么办呢？跟着吧。刨坑，就这儿，卸车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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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快！快点，快快快快快，快点，手脚麻利点，听见没有？快点！小贝贝，怎么了？小心一点。没事的。快点，你们几个！你们几个快一点，把土埋上。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走。
做得干净吗？您放心，我连账都给他们结了。这人死啊，账不死。他们的手脚就在这几个口岸上。可是那边有户部清点。再说，各省送出的货物，它也有数目。不光这一点，从藩司到州县衙门，也都是要出具官房的。中间还有曹帮，就算做手脚，可是能拼出多大风来？再说，大清有海禁，海上也无处可去呀。哎，你说海禁？对啊，自康熙朝开始，通海贸易只能由广东13行办理，各地的商户都不能通海。我记得四爷跟我说过，越是禁止的东西，黑财就越旺。禁娼、劳保、皮条客发黑财；禁赌、做局开暗堡的发黑财；禁酒呢，造私酒的就发黑财。那要是禁海的话，你没注意到，住在这里的商人商号特别多。明着是官船运输，出了码头在海上分船，海上转运。要真是如此，那可是个没底的大买卖。天高皇帝远，谁也不知道。开门呐！喂！哎呀，开门呐！哎呀，怎么那么吵啊？我爹呢？啊，你爹在里边啊？爹啊！喂！就这里，挖！打开。不行啊，都死了。再仔细检查一下，看还有什么可疑之处。好。到底有多大的事，至于杀人灭口？江道的出口单，茶叶200担，毛竹2000根，看不出毛病。一定还有不在这上面的，那才是他们想要赚的。我们就从这桩命案入手，撕开这口子。爹，凶手我认识，给我几个弟兄，我把他们给你抓过来。不能小打小闹。既然做了，就要把这个案子做大，越大越好。我要一棍子搅翻天。您打算怎么立案？拿我的官方名次，直接去江苏巡抚衙门和聂司衙门，让他们过来。我要来个3堂会审，一锤定案，绝不能让他们哥3个有反手的机会。好啊，这下有劲了。刘宝。在，把箱子买好，恢复现场。到时候要当场开宴。知道。九公进来的情况怎么样？九公病情有反复，虽然通了任脉，但是损了肝经，近日目眩乏力，还是不能见客。啊，这边的情况回禀了吗？回禀了。九公说你们对2个江西商人处置的太草率了。告诉九公，做的还算干净，没有留下什么首尾。哦，这儿有几封信，九公让你们送出去。有这个必要吗？
九公说防范在前，没有坏处。就是这儿。通禀一声。是。请问可是李大人的住在？李大人正候着呢。有劳通禀江苏巡抚谭忠诚、安察使冈聂台来见上差。先候着吧。哎，姐夫，好了吗？上差到埠，我们毫无所知，实在是怠慢了。哎呀，李大人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啊？哎呀，住在这里不招眼，哎，怎么办差方便就怎么来吧。啊，久闻前辈办事得力，胜券不衰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啊。听说是有一桩命案，不知大人有何吩咐？啊。如果只是一桩单纯的命案，也不会劳两位大驾了啊！你们带足了人手吗？但凭上差调遣。啊，在下这次来是奉了亲命，这件案子关系重大，立案之后，我要你们同时出手，一举了结。大人发话就是。嗯，来啊，在，去命案现场。是。大哥、二哥，谭忠诚和冈聂台课拜专人送信来了。大哥，怎么样？这多亏九公想在了前面。挖出来！这。怎么样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怎么了？箱子不见了，不见了。出了什么差错？哦，这就是命案现场，没什么痕迹啊。哎，是不是昨天下雨冲掉了？老爷。老爷，这不可能！你这办的叫什么差事？耍我一个人就罢了，这二位都是一省上县，耽误得起吗？嗨，没什么，全省一年中尽是些无头命案，再好的衙役也常常是没头没尾呀。是啊，大人不必动怒，我们会给您留意线索。您惦记的案子，我们一定会上心的。哎呀，真的是老了，这么多年没到外边来，跟不上趟了。这次辛苦二位了，实在过意不去，改日登门道歉呐！啊。
派人直接送到谭忠诚和刚聂台2位大人的府邸，告诉他们，就说九公说了，承蒙关照，今年海关道上的红利，给2位大人每人多加1成。我马上去办。这雨下得好啊，主子，今年大熟，明年一准儿又是好年节儿。没有旱涝，蝗虫也可怕。主子，蝗虫没那么容易就来的。1只2只的不怕，真要是来了一大片，朕该怎么办？奴才在家的时候啊，也碰到过大片蝗虫。打死1只2只的没用，只能等它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它就飞走了。但愿就是1只2只的吧。老爷，哎，老爷，今天那巴掌打疼你没有？没有。我恨不得自己再给自己添1巴掌，怎么就连个死人都看不住呢？哎，是我犯了个糊涂啊！他们能调动河防司衙门沿江查船，一伸手就能拿来两淮盐运使的园子，哼，我就应该明白。七杀姐夫，这也不能怪您，谁也没想到2品巡抚、3品按察使。那都是封疆大吏，能为一个区区的海关道通风报信。我原来以为就是治几个小贪官，也是借机离开京城，为下一步辞官做打算。哼，呀个配的！我左脚的泥刚洗干净，右脚又下去了。看来这一省的官场都不能指望了，要干的话，得另想办法。对呀，老爷，既然鸭子已经轰起来了，不干也得干啊！看来正路是走不通了。咱们呢，给他来点邪的。老爷，老爷，昨天几位爷陪着谭忠诚和刚聂台闹了1晚上酒，睡得有点死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九公派人过来了。什么事啊？有件事，九公要你们马上去办。现在？就现在。九公今天2次从梦中惊醒，他说不能耽误了，让你们派足人手，越快越好。皇商，陆军大内，是啊是啊。是呀，这手里还有好货。大内采办道部，明日5时，邀集各处商贾，商议采办事宜。中选者，即为皇商，供奉大内。老爷，您看，这周边4省36道全都到齐了。我们就给他玩个大的，除非沙家是千手千眼佛。总管到。
各位辛苦了，辛苦。辛苦啦。我这回来啊，是奉了特旨，专门采办的。我想知道你们手里有什么我想要的东西。凡是有成色的，让宫里的主子们看了顺眼的，这就是买卖。价钱嘛，随你们开啊。价钱咱们大清国呀，有的是金山银山，绝不会吝惜你们那点儿边边角角的啊！好了，你们回座吧，回座啊！好，行，请坐。街上的商人全来了，就像赶着来投胎似的。好，你们几个看好后门，一个不能离开。是，去吧。走，快点，你先去。好。哎呦，这么多人，我一下子还盯不住。这样吧，咱们分2波。如今在码头上有货的，就站这边。那都是各省官房调拨，支应户部的差事，可别给耽误了。其他的商号啊，就站这边，咱们呢稍后谈啊。请按大总管的话，分开站着。哎呀，咱们站这边就行了。哎呀，劳驾了，你们呐都是大买卖，不管站在哪一边，我们都会一视同仁。如今大清是国富民强。让开！怎么回事啊？回大总管，巡检使李卫派人来见。李卫，标下见过总管。什么事儿啊？钦命巡检使李卫李大人，奉旨巡查海关道，案情涉及一些不法商人，要问一问话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？总管所召集的这些商人中，有些标下要带走。胡闹嘛！咱家是奉旨采办，这些人呐都是我请来的客人。哼，标下的上线也是奉旨办差，怎么着？搅局呀？如果耽误了皇家的用项，谁担待得起呀？哼，君命在身，还望总管不要为难标下。那你看看，这些人里边有哪个像不法商人呢？哼。标下奉命，只带走有货物要出口岸的，还有就是和海关道有关的人。嘿，我刚从这儿分出2拨来，你倒真会挑啊！那边都是，我正想留他们好好聊聊，你想带走？那就谢谢总管大人了。来人呐，给我全部带走！慢，你也太不客气了。说带走就带走，在京里就算是内阁京畿，想从我这儿带人走，也得有个商量啊。对不起，标下皇命在身，不能通融。来人，带走！不行！我这人呐，还真有点小脾气，说不行就是不行。总管，想必你也听说过我们李卫李大人的名号吧？哼，那又怎么样啊？我们李卫李大人一向是政令如山。就是王公贝勒挡在路上，也要请开。哎呦，这个李卫可真是长本事了啊，敢骑在我脖子上拉屎。你告诉他，要从我这儿带人走，除非呀，
从我身上迈过去。哦，来人啊！总管的腿脚不太利落，咱们帮他一下。是。哎呦，你们胆子也太大了！哎呀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李卫李大人的办事原则。你们掂量吧。带走。走，快走，上！快点！这戏好看，好看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李卫扣人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慢慢说。哎呀，李卫闯了大总管的聚会，把和我们有关的商人都给扣下了呀。果然让九公料中，真有这出戏。六宝，你带人去码头，用我的印信，把所有的船只、仓库都给我封起来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这。哎，小马，啊，你去告诉那些商人，让他们交出所有送交户部的官方文凭，收齐以后清点核对，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黑货。好。哎，你说沙家那哥几个在干什么？我看，八成是吓懵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去督着把货物核查清楚。哎，您上哪儿啊？哈，我去会一会那几只热锅上的蚂蚁。李大人，哎，嘿嘿。哎，大哥，总管来了。哎呀，不知总管驾到，失礼失礼啊！哎，你们这是？啊，这是苏州的一个月班，来到这里啊，应堂会，我们趁机给请了过来，饱饱耳福啊！来来，请，哎，快坐坐。来，哎，你们还真有闲心呐！总管的气色不太好，怎么，这初到南方是不是水土不服啊？哎呀，李卫那狗东西呀，搅了我的局，跑到我那儿啊，把我人给扣了。不会吧？哎，你们不信，你去看看去。哎，就连宫里的主子们呐，都得给我几分薄面。嘿，这李卫什么东西啊，跑到我那儿撒野去？哎呀，您二位啊，一个是大内采办，一个是奉旨上差，都是要职。你说我们这小衙门的人，怎么敢随便智慧其中啊？是啊，这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嘛！总管消气，都是给朝廷办事嘛，这谁先谁后的，倒也不必计较的太多嘛。啊，你们可真踏实啊！怎么讲？哎，这你们就不觉得李卫是冲着你们来的吗？哎呦，他可是说商人不法，要传讯要扣押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啊。常言说嘛，无商不奸嘛，也确实该整肃整肃了。真要是查出什么来，也算帮我们整肃市井，规范风化，何乐而不为呀？忧商脾，怒伤肝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啊。这个月班子不错，总管不妨疏散疏散。这是曲目，要俗要雅，凭您喜欢。是啊，来点一首啊！
快点！巡检使有令，开库查验。进去。是，就是怎么在是变呢？不是，真是没有多对什么没有多呀。 这些都是你们的货，对吧？对，是。通过这个关口的各处货物都是在户部调集，不会有到别处了吧？不会。官府调拨的货物，应该有藩台衙门、州府道县的出库清单，还有转运官房，没错吧？没错。那好，我们就一一的核查。来啊，来！找一间空库房。 让他们进去歇歇，查完再说。走，走，快点！怎么样？李卫带人查货去了。 那就让他先查吧，等他点清楚了再说嘛。你们知不知道他究竟要查什么呀？我看他气势汹汹的，你们这儿不会真的有什么毛病吧？我们这些人可都是认认真真办事、清清白白做官，能有什么毛病啊？我是知道那个李卫的，他要不是闻出什么味道来，是不会这么出手的。 我说总管，您知道的是当年的李卫，现在恐怕不行了。啊，不行了，怎么就不行了？哼，他那几下子，也就是在雍正爷手下摆弄，什么都在变嘛。如今这是国泰民安，世道大不一样了。他李卫这次恐怕连回家的路都找不着了。你们倒真踏实啊！老爷。 都回来了吗？都回来了，就差安徽布政使衙门的一份了。路途远，正往回赶呢。不着急，再等等。安徽。仔细点。上面。走。都带过来。是。走。走。 快点！你们眼前的这些，都是转运官房上没有的。你们要把东西运到哪儿啊？出了海关道的口子就是大海。拿这些东西到海里喂鱼去吗？你们谁能跟我说说？怎么？ 都没话。那好，咱们就一个一个的来。治顺商行是哪位啊？是我。哼，您是在广兴记发财吧？嗯。这是嘉兴府送交户部的转运单子，交由海关道北运，不会错吧？不错。
可我身后的3000匹锦缎是怎么回事？文书中他可是没有。小的只是个二掌柜呀。我管你是大掌柜还是二掌柜，大老远的来了，东西交给谁总该知道吧？哼，不说。巡检使出京，领的旨意可是便衣行事。知道什么是便衣行事吗？不知道。那就是刑讯问供。 不经各道公堂，无论官民，均可先斩后奏。老爷，啊，都到齐了吧？都齐了。老三呐，你去一趟吧。你和这位巡检使啊，也算老相识了。这活儿我乐意。来人呐，在。 把我的单眼花翎拿来。是。哎，有什么热闹？您老啊，坐着慢慢听曲儿，我去给您接人去，包您一个也不少。哎，不，哎，这热闹我跟着去看看啊。哎，好。大清有海禁，没有海关道帮忙，单凭你们，什么货也运不出去，没错吧？这些私货。 打着官运的旗号，出了海再分船，对不对？接货的是谁？是南洋的哪家买办？他们保你们出关，赚了钱，他们分几成啊？啊？3成、4成，还是对半？哼，不说不行啊！保养的不错呀，我一板子下去就能保你皮开肉绽。大人，我上有老母，下有妻儿。破朝廷禁令，走私发财的时候，怎么没想想你的老母妻儿？既然来了，就老老实实的把你们知道的一一说清楚，要不然的话，就别想出这个大门。哎，让开，让开！哎，都让开，都让开！哎，让开，让开啊！让个道啊！邵大人，哎，邵大人好。大人，什么事？啊，听说上差抓了人，到台让我来看看。本官并未传召，你来干什么？啊，事情出在关口上，自然和我们有瓜葛。知道就好。我问完了他们，再来问你。好。上差奉旨出京，口衔天命，问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回什么，用不着跟死了老子似的。哎，你跪着磕头有什么用啊？该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是不是？这货怎么了？看来你能告诉我。只要是我知道的。这货并非户部调拨，又没官方文凭。我想知道这货是羽毛哪儿的。就为这事，我说你们一个个的，是不是吃得太肥了，让油把嘴都糊上了？你们照实说呀！真是，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们忘了，你们不是把这些货的转运关房交给我们海关道了吗？拿过来。啊，你们看看，不都在这里吗？啊，你们各自领走，交给上差查验。拿着。哎，不用了。您自己看。